今次Sonach新出呢支眼袋槍精華係用 AI 技術精準配出而家最勁嘅勝肽組合，勝肽係細分子蛋白質，唔同組合可以針對唔同皮膚問題。升級配方換豆寡肽係由 AI 精準揾出嚟，科研驗證可以14天準確改善眼袋、黑圈、細紋，再配合多款勝肽幫你由真皮層同表皮層全部都修復。另外有咖啡因可以幫你去浮腫、變淡眼圈，有維他命 B3 提亮暗沉，而橙紅色係天然嘅紅酵母，可以抗氧化。眼其實係人體最快開始老化嘅器官，當你開始覺得對眼變得容易攰、乾澀，其實就已經開始響起警號啦。每日用啲時間按摩眼周6大穴位，明目又護眼，可以大大改善眼部問題噶。Sonach今次呢支眼精華除咗配方升級，仲配埋專利冰感滾珠頭，用滾珠跟住塗絲由眼頭碌到眼尾，順時針打圈，再沿住穴位點壓慢按，重複直到精華吸收。總結就係實測1個禮拜之後覺得性價比極高啊！咁多款勝肽啦，搽完即時又緊緻咗，有專利冰感碌頭可以做埋按摩，質地唔立，無論係乾肌油肌都勁易吸收，但係個價錢好親民啊，真係值得試。